收听2月28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以斯帖记9章23到25节。这样的日子是提醒，这样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它提醒我们什么？今天是2月28号，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这样的日子是一个提醒我们和平真的是很重要，能够民主是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今天是台湾的和平纪念日，也是在纪念这个228的和平纪念日。为了要纪念1947年发生在2月27号的这个查契斯宴的血案之后，一连串因着这个爆发出来的过去有很多的复杂的原因，然后造成了在台湾的人民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很多的人在这个事件当中受害，甚至受难。而公权力竟是当时造成最主要受害受难的原因。当然也因着这样这很多年台湾这块土地上，其实到现在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许多的人就是有很复杂，真的是讲不出口或是讲不出来。但是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节日再次来思想和平真的是不容易，能够和平是幸运，能够和平是恩典，以及能够民主自由，这个是一个祝福。也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就好像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在诗篇90篇12节所说的，求你教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好使我们心有智慧。我们的年日如何数算，竟然是需要用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有限，我们很缺乏，我们需要这位赏赐智慧的源头，这位观看全局的主，这位掌管过去现在未来的君王，我们的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特别末底改他用这一天传送这个信件到全国各省，将亚达月14或者15日提升为这个节日普尔日。透过纪念这个日子，是要成为提醒，是要让人想起如何经历上帝的拯救同在，犹太人如何得胜。在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日子叫普尔日的原因，就是因为哈曼这个原来作为犹太人仇敌要杀灭他们的人，用抽签就是抽普尔就是签，抽签的方式想要去定这个杀灭他们的日期，就没想到这个日期在上帝手中轻轻一转，完全不一样了，成为一个原来是失败后来却得胜的日子，成为一个是被虎视眈眈，好像整个要被吃干抹净这样子，结果没想到竟然变成了能够有能力，甚至能够战胜仇敌犹太人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因着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带领，有上帝的作为，改变了这一切。末底改他们领受这恩典，不忘记这恩典，就将这个日期称为普尔日。而在普尔日，其实到现在犹太人还在过这个节庆普尔日会做什么事情呢？最主要有几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到这个前一天晚上或是隔天的早晨，会到犹太会堂，会在那里公开朗诵这个以斯帖记。而在公开朗诵以斯帖记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读，会有人读，然后读的时候在读到有关于这个哈曼的时候旁边还会有这个噪音出现有这些噪音出现呢，就是每当他的名字被读出来的时候，他们发出的噪音是需要盖过哈曼的名字那这个传统已经很久了，那他们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这样子盖过他的名字呢，
或者是把他的名字呢写在这个鞋底，就是表示对他的轻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后来有许多的人，不同国家的人，因为不同国家都有犹太人嘛，那他们就觉得这样的举动好像有点太过了。那其实最主要就是会在这一天，就是会读这个以斯帖记，而且是公开朗诵。那另外呢，第二个呢是他们会互相赠送这个食物礼品。我们看到经文，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们是从送食物开始，而且送食物送礼品这当中还包括就是他们会去捐助，会去周济这些穷人、这缺乏的人，而且不是一个，通常会2个，就双数以上。那他们还会在这个节期里面享用节日大餐，而在节日大餐呢，一个很有意思的食物叫做这个哈曼的口袋，或是哈曼之耳其实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的点心，然后就把它吃掉这样子。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感，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节庆的行为，就是要让人再次去想起上帝的拯救。而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想起我们自己那经历拯救、经历恩典的时刻呢？所以在今天的RPG 祷告经文才会说，我们要来数算自己的年日。在台湾有许多的节日，而这节日都有它的缘由，而这些来源、这些原因，都是为了叫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在主的里面，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在这个时候思贤牧师要邀请你，可以来数算过去我们经历恩典的日子或是事件。当我们想起过去，其实在这其中很容易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可能你会发现到，原来我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的幸运，还有那么一点的祝福，还有那么一点的权利，是因为过去我领受了什么样的恩典。那我们的心不就很容易开始感恩感谢？我们的心也会从那个困难甚至困境的当中，看见上帝过去也带领我们走过，如今他仍然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寻求他，我们的心就得着智慧。恳求主帮助我们，恳求我们的上帝来掌权，也让我们愿意完全来交托。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多年前的台湾，在这块土地上许多的流血，许多那说不出来甚至不敢说的伤害伤痛，但如今你透过这个节日，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安慰。这安慰不是人给，也不是这个节庆我们过了就会拥有，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掌权的上帝，不仅在末底改那个时代掌权，你也仍然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掌权。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在这些日子当中得着智慧的心，得以应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也让我们在这应对当中看见主你与我们同在的轨迹。恳求主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透过每一天读你的话语，听迦南之声，每一天都在这数算恩典，数算你话语，数算我们所经历的事件当中，看见你同在，看见你的医治，看见你的安慰。特别为这一些228事件经历过的家属、后代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来祷告。主啊，你医治我们的心，在每次想起，可能我们的心都还会痛，可能我们的心还有许多的黑暗，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胜过。但是主，你是掌权作王的主，你能够带领人的心经历那完全的医治和平安。你与台湾每一个你所爱的子民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因为你是一直以来永不改变，用你的爱、信实、公义与我们同在的主。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的赐福与你同在，在每一个日子当中数算经历的恩典，使我们的心得着智慧。我是世谦牧师，我们下次见。